音乐课无法度唱歌，都参班长喊起立站起来，伊拢无法度振动。安尼痛苦，你会当了解无？大学生小雨，伊得到一种叫做选择性欠密的病症，这是一种社交的焦虑症。患者有正常讲话能力，但是伫特定的情境之下，会来陷入到极度的惊狂，规个人就亲像互冻结，根本就无法度开喙。带着这种病症的囡仔，常常互外界误解是个性内向闭锁，错过治疗的黄金期。透过协助，咱找到3位选择性欠密症的患者，其中大学生小雨无法度甲记者来对话。采访的过程，只会当甲门关起来，面对着冰冷的摄影机来讲话。读高中1年的小安是用写的来表达伊的心声。我曾经是选择性缄默症，觉得说话是一件就是非常恐惧的事情。我小时候在家里很活泼，可是一进学校就变成木头人。表现给别人看的时候，他们就很焦虑，就马上让他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他就会有个冻结的状态。有些别人不假思索的动作，我却需要分成1000步。像是我会全身僵硬，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走进教室。入教室上课，这对一般人来讲真简单，不过对选择性欠密症的患者小雨来讲，敢若入教室，伊就需要将近3个月，一直到会当自在坐伫教室到独立上课。小雨用半年时间来练习。可以在讨论室写字，后来我去旁听新生营，我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并且开始能看黑板。开学了，我终于能和同学一样进教室上课。放松放松。第一遍接受媒体采访，为了降低小雨的焦虑和紧张，阮经常敢若留摄影机听伊讲话。我是小雨。小雨的身心变乱，为伊的喘气就感受会到，伊要开嘴讲话有偌困难。我最严重的时候，连跟爸爸妈妈和自己说话都很困难。我小时候在家里很活泼，可是一进学校就变成木头人。音乐课我无法唱歌，体育课呆站在原地，我没办法在外面吃饭，也没办法开口买东西。放学只要给他图像完，要看到我，他就会不紧张。他上小学以来越来越紧张，然后我带着他上学的时候啊，往往我们在一路上就是有说有笑啊，他都笑得很大声很开心，可是很戏剧化的，也很机械式的，他一脚跨进校门的那一刹那，他突然就变成一个无声的小孩，然后常常是握着拳头，举步维艰的这样走向他的教室。小雨的行为有这么大的差别，让老母真烦恼伊上课的情形。因为我不知道说他今天会不会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又待在那边。老师眼中的他跟我眼中的他是不一样的小孩。我眼中的他是很活泼的，老师眼中的他会怀疑他是不是自闭症。踮厝的小雨明明就是活泼的囡仔。那到学校就亲像变一个人，老母带着小雨去病院，医生判定小雨是着选择性欠密症。他是小2的时候确诊的，小1刚入学的时候还能够回答老师的问题，能够说话，然后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从小3开始，他就是在学校完全的缄默，咳嗽啦、笑啊都是没有声音的。那如果哭的话，就是只有流眼泪。
也是没有声音的。小雨伫学校出现的身体反应，就是选择性减灭症压起来进行。患者伫压力也是焦虑的状况之下，身体就会亲像冻结同款硬冰冰，伫被买面头前拢无各样。严格只要到青云的环境，也是接触到青云人，就会点睛无拍照好。甚至伫学校规工，完全无和老师同学讲话，嘛袂去便所，也是食饭，甚至连笑也是哭。拢无声音，觉得很像在看默剧，因为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声音。我之前的学生，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完全没有声音，可是他可以笑在地上打滚，但是没有声音，很安静的笑。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警讯。现在大家把这个式子这样写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可以开始写了。伫得到做10多档的郑文老师讲。高小时期有选择性减灭症的囡仔，唔是少数，即卖班里都有安尼囡仔。下课的钟声打了，你要玩这个吗？你们俩去玩一个。其实我们都会用桌游去靠近这个类型的小孩，是因为他们在班上很多时候都很孤单，他已经在班上都不吃不喝，其实他的友伴关系很明显就是没有办法太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跟他玩一些桌游，让他减压。因为他在教室是完全不会动，就是他会坐在位置上一直这样，然后课本放不放在桌上他也都无所谓，他就是一直这样。就我有的时候经过他教室，再看到门口，他一直这样，他没有办法跟同学讲话。我脑麻的学生只教过2个，可是我选择性缄默小孩就碰到5个，但他们可怕的点是，他们头上都没有挂选择性缄默，都是要我们发现，然后才能去跟家长讲，其实比例不低，所以我平均每2年就要碰到1个。选择性减灭症伫台湾社会真青分，所以小伟妈妈就开始查资料，看国外文献，甚至翻译册本，要甲大家解释这个病症。我发现我真的都找不到任何资源，所以我就自己翻译选择性缄默症资源手册，那也翻译很多教学的影片。这个类型在国内相关的文献很少，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看到那个协会里面就是理事长他们有翻译的一些影片，然后我们真的是去看那个影片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们受的训练里面，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类别，我们真的完全不会做。所以我就是觉得有协会的，它里面的那些影片啊，跟他们出的那些书啊，其实帮助我们很多。在选择性减灭症患者的身上，头壳监管内脏和情绪的杏仁核变加高度敏感，让患者感受到威胁性命的代志当咧发生。爱无声无息，才袂互天敌发现，所以个产生惊狂记忆。患者普遍会出现无拍照好，亲像插头人共款冻结的反应。在陪伴小雨在求学过程当中，常常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去找路。办了台湾第1场的国际研讨会，那邀请了专精于选择性缄默治疗30多年的 Ruth Perednik。我没有想到变成小雨的一个转捩点，经由 Ruth Perednik 的指导，那小雨就恢复说话了，从跟我说话、跟爸爸说话，然后在家外面说话。经过一小步不断的练习，现在我能独立上学，跟人讨论数学，学得很快乐。6、7、8。一步一步练习，小雨打拼克服惊吓甲焦虑，即卖已经会使和熟悉3年外学长自在讲话。这部分你有就是弄懂，就是有想懂吗？有。他一开始是他只能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一动都不动。然后后来他有办法坐在教室，从他的书包里拿出笔记本，他可以开始在课堂上抄笔记。我跟他讲话就是没有回应。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在黑板前面就是讨论我们的功课，这样。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走路，然后边走路边讨论数学。对，这是我觉得他改变最大的地方。
我曾经是选择性缄默症的患者，只要是家人以外的，我都没有办法开口，觉得说话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他一旦环境变了，这种谨慎是到病态这种程度，比如说讲不出话，或者是甚至于他会吓得摔倒、滚下楼梯，而且他躲得之敏锐，你会吓一跳，像猫一样。老师退休的吴江明，靠着做人老母和老师敏感的体格，伊带着囡仔为婚龄上北找医生。一位女医师一边听我叙述，然后她就做了一个动作，我到现在就非常难以忘怀。她就伸手要摸她的头，那一样我小孩子非常机警的就闪开，她就一边写选择性缄默症这几个字。那年凤静才3岁，他们很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医师有建议我，就是我跟他的对话录音，然后回放给他听自己的声音。伊用规律的作息甲写作，增加凤静的安全感，希望伊会当勇敢开嘴讲话。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接续不停的这样子，大概3、4年的时间。我想去亲子活动，但是我功课还没写，所以妈妈才会生气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美丽的回忆。5、6、7、8、3、2。老母鼓励凤静去学钢琴、学围棋、学拍乒乓。凤静后来也正做新竹学生的音乐老师。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妈妈，就是为了我，就是不管是创立乐团啊，对我的说话的这些训练，对我来说真的是就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今天也才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工作啊，然后有一个陪伴我的人，这讲都讲不完，没办法，太感动了，真的是很爱哭。即摆凤静唔有稳定的头路，嘛组成家庭，这一切看在母亲的眼内是上大的安慰。看着镜头永远用双手按面，高小时期参加运动会，脚步慢蹲，无想要行。小安目前在读高中，嘛是选择性鉴别症的囡仔。他就是站在旁边，当同学在拍照的时候，他不想被拍，然后又要表演，他冻结了，他眼眶泛红，很慌张、焦虑，他就不断的哭，眼眶泛红。我现在想就是说，我很后悔，我那时候没有救他，对，就没有救他，因为如果我们提早知道他，我就可以跟老师说。做人家长，看着囡仔每2天都爱换班级。换老师加当病症，伊嘛无办法。换了环境，也许这个孩子会更紧张啊，因为所有老师换啦，同学也换啦。可是上国中之后，打掉重练了，一切就是他不再开口。有23档身心科医师经验的柯培玲，伊强调选择性鉴别症会当透过药啊和心理治疗，愈早发现治疗的效果如何。2到5岁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有研究出说，你越早就是在这个6岁以前做治疗，和你到国小之后做治疗，这个效果会比较好。有一些有语言发展迟缓的，也可能是这个危险因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天生的体质，就是属于比较害羞啊，比较这个看到人他会有一些社交恐惧的现象的，就比较容易有这个选择性缄默症。在选择性鉴别症囡仔成长过程，附近出现的人物对病情非常的重要。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恐惧症，那就是对于说话的恐惧或被别人看见的恐惧啦。他们遇到什么样的人都蛮重要的耶。从家长开始，那再来就是学校的老师，还有学校的同学。
刚好都遇到这么多身边的贵人，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疾病，其实就是跟着有时候是靠运气。我周遭人其实不太知道我有这个症。伫选择性检疫协会担任理事的王丽璇，大汉了后才发现自己嘛曾经是患者。只要家里有陌生人或者不熟的亲戚来，我就会躲起来，然后我可以躲一整天，然后不用吃东西，不用喝水，不用上厕所。我觉得那个人对我来说更可怕。过去靠胃道来放松，目前伊正咧读艺术治疗，已经好运，无经过正规治疗，病情改善真多。我周遭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个，就是当我提了这个词，大家都还会觉得很纳闷，然后或是甚至很多人会以为是自闭症，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小孩很容易被忽略。然后就会错过可能及早治疗的时间。有口难言的点睛，是选择性检疫症患者上大的社交障碍。尤其台湾社会对选择性检疫无啥熟悉，那定产生误解，嘛较高互安静，必须为囡仔错过治疗的黄金期，造成真歹挽救的状况。选择性检疫症当咧发生。囡仔成长、求学路，袂当继续无声无息。